大家好，又係我金融科技界林寶儀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我哋繼續講伊斯蘭金融嘅第二輯。今次我想介紹一下 Fatwa。Fatwa 係指由伊斯蘭學者或者教法委員會 Sharia Board 根據古蘭經、聖訓 Sunnah 同埋伊斯蘭法學嘅原則，對金融產品作出正式嘅宗教裁決，證明呢個金融產品係符合伊斯蘭教法 Sharia。Fatwa有兩個核心嘅要點，第一個就係宗教裁決。Fatwa係伊斯蘭學者對金融交易或者產品嘅裁決，雖然佢唔具備法律嘅強制力，但係對於穆斯林嘅追隨者係具有極高嘅約束力。第二個係非法律裁判。與法律裁判唔同，Fatwa屬於宗教指導，但係伊斯蘭金融機構通常係嚴格遵守，以確保金融產品嘅合規性同埋認受性。Fatwa喺伊斯蘭金融嘅作用：合規性認證，金融產品伊斯蘭債券 Sukuk、伊斯蘭保險 Takaful、伊斯蘭基金 Islamic Funds 必須要獲得 Fatwa 先至可以被認定為清真Halal。其他伊斯蘭嘅金融工具 Salam、預付融資、農產品等現貨嘅交易同埋預付款嘅模式。跟住係 Istisna 定制融資，用於製造業或者建築項目嘅分期付款安排。Wakala 代理投資，委託銀行或者機構管理資金並收取服務費。Fatwa喺伊斯蘭金融產品嘅作用，亦都包括風險控制，避免涉及 riba 利息、gara 不確定性同埋 haram 違禁行業，要確保交易符合伊斯蘭嘅經濟倫理。市場信任 Fatwa 增強投資者嘅信心，特別係穆斯林嘅投資者，確保資金流向符合信仰嘅領域。Fatwa 嘅制定標準 AAOIFI 嘅標準係由國際組織 AAOIFI 伊斯蘭金融機構會計和審計組織發布嘅 Sharia 標準，例如係第57號嘅黃金交易標準。Sukuk 係伊斯蘭金融嘅債券，要符合教法 Sharia， 以資產收益或者實體項目為基礎，禁止利息、投資人共享利潤風險，適用於基建、企業融資等領域。點解呢集我要講 Fatwa？因為佢係伊斯蘭金融嘅核心合規機制。等我喺度整合一下 Fatwa 嘅所有特別功能啦，可以確保發行嘅穆斯林產品符合宗教原則，增強市場嘅可信度同埋穩定性，促進金融包容性同埋社會正義，推動創新同埋多元化嘅金融產品，吸引全球資本同埋跨境合作。穆斯林金融嘅未來趨勢，隨着伊斯蘭金融全球化，英國、香港都有立法調整同埋不斷強化金融科技發展。Fatwa 嘅作用將會進一步擴展至數字資產同埋綠色金融領域。所以 Fatwa 唔單止係宗教嘅合規工具，亦都係推動金融創新、社會公平同埋國際資本流動嘅關鍵引擎。對於金融機構而言，得到 Fatwa 認證，唔單止係宗教嘅要求，亦都係進入萬億美元伊斯蘭金融市場嘅關鍵步驟。好啦，呢集時間差唔多啦，下一集我會再為大家介紹伊斯蘭金融產品一啲權威性嘅認證機構同埋有關申請嘅流程同埋預算等等。好多謝你睇晒我所有嘅短片，感謝你嘅支持，下一集我哋再見啦，拜拜。